来看监察院报告指出，讲高雄轻轨对2017年9月份到去年底，计共发生63件的交通事故，认为讲轻轨的防护效果是无介理想，运量嘛无达到计划目标。市政府是回应表示，讲轻轨运量已经有在提升了，卖来加强防护。 高雄轻铁登月的时阵，弄伫店家的护线紧急停落来，加载无人员伤亡。5月嘛发生3件交通事故。监察院调查报告发现，高雄轻铁为2017年9月到去年底发生过63件交通事故，其中有3档事故为3件变成是22件，发现这个频率是非常的高，嘛，互监察院质疑着轻铁防护的成效。大陆是他的啦，就是我家的啦，比较没有注重那个。 公共安全呢，就有那个轻轨来会叫的那个灯啊，还有呢，就蛮多警示的标志的。乘客认为轻铁的事故频率算高，毋过甲用路人习惯有关系。市府即是回应，除了轻铁驾驶入捌路口的时阵主动减速之外，路口优化改善嘛持续咧进行，亲像是伫路口要装设着声光号志等等，加上科技执法来减少违规。轻轨驶进的时候会有这个声音跟灯光的提示，路面的警示灯有增设一些相关的可变的资讯 CNS 的这些辅助预防的这些设施来提醒用路人注意。那这个系统成员其实也并没有很久啊，摩托车的老人家骑在路上，或是他这些指示标志，他可能都看不懂，他不知道在那个路口他要怎么样骑。 专家认为，想要让轻铁防浪的频率变低，恐惊到一寡时间。因为今年1月轻铁较全面通车，对着路口防浪的新标线也是相关规定，嘛需要时间让用路人习惯甲适应。运量嘛是同款的概念，大众运输的使用习惯需要靠时间来培养。但是建议轻铁伫每一站会当加上活动来增加人潮。记者王丽婷、林昭宽个人报道。